挨近二戰尾聲，喺1944至45年，納粹軍喺東邊嘅戰線面對蘇聯紅軍快速推進，面臨失守嘅時候，將一架載滿寶物嘅火車由前線同埋佔領區撤走，由布雷斯盧駛去瓦烏布日克，即係而家波蘭嘅西南部地區。大家都話火車入咗山區嘅隧道之後就離奇消失，冇再出返嚟。我係 Captain Maya， 我係 Captain Violet， 歡迎登上20號。航海日誌035，納粹黃金列車。阿開，歡迎上船。阿開，新年快樂，又係新年快樂啦！每次錄音都係新年快樂。今次係農曆新年快樂。係啊，搞到人哋以為我哋一年就係錄一次，新曆同埋舊曆，咁兩次啊！恭祝大家馬年行大運，身體健康，馬到功成，馬運亨通，龍馬精神，龍馬精神係，同埋可以財源廣進添啊！馬上發達。啱啊！睇下我哋講完今集之後，大家可唔可以馬上發達先？好啊。Captain Maya， 我哋上次講過啦，我哋一直以嚟太鬆懈啦，所以新一年呢，我哋唔可以再做大懶蛇，要馬上認真咁樣諗下我哋新年大計。我有度過喎。馬年就咩都食馬上。之前就算有講過話野隨蛇啊，嗰啲賞金都係小數目噶咋。我哋呢要 aim 大啲嘅新一年，一係唔做，一係就做大茶飯，好唔好？好，有野心。咁聽完標題同 intro 就知道我哋今日嘅目標並唔野少啦。我哋要去揾傳說中嘅納粹黃金列車啊 ！Money money money， 估計係黃金列車入面嘅嘢總價值啊，坐底都有幾億美元啊！再誇張啲，分分鐘幾百億美元都有啊！哇，發達啦！哇，今鋪唔使做啦，我哋做埋今次收手咯，可以金盆洗手咯，我哋係。同埋之前野隨蛇佢都會喺度識 set 型咁樣走噶嘛，周嚟跑嚟跑去，但架列車唔會噶嘛，所以 CP 值勁高，係咪先？但係架列車會唔會行得好快噶？唔喐噶，車嚟噶喎。哦，係咪？點樣可以快過架車？就係架車唔喐嘅時候。係，就係架車唔喐嘅時候。好，咁我哋認真啲，等我講解一下黃金列車究竟有啲咩寶物去吸引到我哋呢？首先，梗係有數之不盡嘅金銀珠寶啦。黃金列車入面嘅金銀珠寶都係納粹軍喺佔領區掠奪嘅財物，尤其係猶太人嘅財產。傳說有成300噸黃金，仲有啲珠寶啊、硬幣咁。除咗啲金銀珠寶之外，仲有掠奪翻嚟嘅博物館同埋私人收藏畫作、雕塑啊咁樣，同埋一啲秘密文件。掠奪翻嚟嘅博物館同埋私人收藏嘅畫作。哦，博物館嘅畫作同埋私人收藏嘅畫作。我哋成間博物館掠奪翻嚟，收埋咗喺個列車度 Ant-Man 先到。仲有啲秘密文件添，係啦。咁大家唔好咁傻豬豬，以為幾廿年前嘅文件仲邊有用啊？雖然啲文件未必有好直接嘅價值啊，但入面可能有啲從來都冇面世過嘅軍事或者政治秘密，呢啲情報就可以好值錢啦。而喺眾多樣嘢入面呢，最價值連城嘅就莫過於係被納粹德軍搶走咗嘅琥珀屋啊！懷疑琥珀屋嘅組件呢，都係喺黃金列車入面嘅。琥珀屋好難讀。琥珀屋 Amber Room 係被譽為世界第8大奇蹟啊！唔單止係因為佢嘅材料好罕有同矜貴啦，製作工序極致，仲有因為佢背後嘅歷史同埋至今仍然都未破解到嘅失蹤之謎。琥珀屋呢係由一套超過6噸重嘅天然琥珀、黃金同埋寶石鑲嵌而成嘅巨大裝飾壁板，表面鑲嵌咗鏡啦、金箔同埋寶石，同埋呢描繪咗普魯士歷史嘅浮雕添。
喺1716年嘅時候，普魯士國王為咗鞏固同俄羅斯嘅同盟而送俾當時嘅沙皇彼得大帝嘅。對於俄羅斯嚟講係好重要嘅國寶，保守估計都有成5億美元㗎。如果係拍賣價，更加唔止呢個數添。Captain Maya，你覺得我哋要唔要 recruit 翻嗰啲藝術鑑賞家啊，嗰啲咩文物保護或者嗰啲歷史學家同我哋一齊去尋寶呢？好啊，可以啊。但我哋到時要分成俾佢哋嘅喎。哦，咁唔好啦。我哋要認真啲考慮下。咁我哋求其啦，我哋乜都立晒，跟住攞去賣咪得咯，賣到有錢咪有錢，冇錢冇。但唔係喎，但可能會俾人呃嘅。人哋可能會同你講唔值錢，然之後低價收購咗，再轉手出去賣。哦，咁唔係喎，都好重要喎，咁都好重要。要 recruit 翻個 Robin 翻嚟。係啊 ，Robin 啊，即係為咗尋求嗰個歷史真相而去出發。咁至於波蘭咁大，我哋要喺邊度上岸呢？Intro 都有提過啦，呢個失落嘅列車呢係位於波蘭嘅雅烏布日克 Wałbrzych， 大概喺個區附近嘅森林。唔知大家會唔會好奇，點解呢架車唔係收埋喺德國，而係收埋喺波蘭嘅呢？咁就要追溯翻去二戰時期嘅歷史啦。其實雅烏布日克去到1945年初，仍然係德國嘅領土。唔知大家有冇概念啦？本身波蘭呢就正喺德國嘅東邊啊。當時包括雅烏布日克所在嘅成個下西里西亞地區係屬於德國嘅。直到二戰末期，蘇聯紅軍喺1945年1月至3月期間發動呢個西里西亞攻勢，先逐步擊退咗德軍啦，同埋佔領嗰個地區，同埋呢啲城市呢，之後都落入翻蘇聯軍隊嘅控制。喺二戰之後嘅波茨坦會議就決定將奧德荷尼斯河以東嘅德國領土劃分俾波蘭去管，包括咗下西里西亞地區在內。之後德國居民就被大規模咁樣驅逐，隨住波蘭人口遷移入去雅烏布日克呢，先正式成為波蘭嘅一部分嘅。另外 Intro 都有提及，一架神秘嘅火車入咗山區之後就離奇消失，冇再出返嚟。其實布雷斯盧同埋雅烏布日克喺當時嚟講呢，分別作為工業重鎮同埋煤礦區，早喺1843年就已經有火車行走㗎喇，運送一啲工業產品同埋煤礦咁。但呢個呢都只係表面嘅公共鐵路系統，事實上喺主要嘅幹道之下，原來仲隱藏咗二戰期間先建造通往山區深處嘅秘密支線同埋地下隧道。Captain Maya， 你諗下，明明二戰期間納粹德軍應該忙住挑人機啦，仲要兼顧東西兩邊嘅戰線噶嘛，分身不暇。明明都已經有火車去運送嗰啲物品噶啦，你估下點解仲會咁有閒情逸致？納粹軍仲要起嗰個秘密支線同埋地下隧道呢？有啲咩目的呢？突襲咯，即係喺德國自己嘅領土起個隧道去突襲翻人哋。可能佢想起嗰個秘密隧道通去其他人嘅國土嗰度，跟住突襲咯。咁要挖好深先啦，要掘去另一個國家喎。咁喺地下隧道，佢而家嗰個隧道係唔深噶，大概9公里啦。如果長度嚟講嘅話，未完成，就係掘掘下就完咗啦，就俾人打敗咗。呢個機會非常之微。咁啊，收埋咗啲寶藏咯。哦，係咯，都係啦，因為而家的確就係傳話入面會收埋咗啲好珍貴嘅嘢嘛，好值錢嘅嘢，所以其中一個目的就應該都係為咗收埋啲嘢嘅。其實呢樣呢，都係同納粹軍嘅一項秘密軍事項目巨人計劃 Project Risa 有關嘅。喺下西里西亞嘅貓頭鷹山，成千上萬由附近集中營被押送入山嘅猶太人、戰俘同埋政治犯，被強迫喺非人嘅條件底下挖掘隧道，鋪設秘密鐵路路軌。當中有好多人因為頂唔順、體力透支或者被處決而死咗喺呢一啲隧道入面。佢哋被命令要鑿穿堅硬嘅岩石，開鑿出一座超級龐大嘅地下建築群。有好大嘅地下大堂啦、鋼筋加固嘅房啦，同埋無止境嘅走廊。地下面積呢，由幾萬至到10幾萬平方米不等。
而總長呢，好似頭先咁講啦，都有成9公里咁長嘅。而呢啲數字分分鐘可能被低估咗添，因為納粹軍喺撤退之前呢已經炸咗好多入口啊，可能有啲仲未被發現到嘅區域。咁究竟佢背後嘅目的係啲乜嘢呢？除咗作為收埋由歐洲各國掠奪翻嚟嘅黃金啊、藝術品同埋嗰啲高度機密嘅文件之外呢，仲因為呢一個地區嘅地質好堅硬啦，同埋夠晒隱蔽，加上由1942年開始，同盟軍嘅軍隊已經不斷咁樣轟炸，令到德國嘅工業心臟地帶變咗廢墟。所以納粹軍就將重要嘅軍工生產，例如係一啲火箭零件同埋指揮中心都移入咗去地底，咁相對就安全得多。直到今時今日，貓頭鷹山入面仲有好大量嘅區域係未被探索嘅。咁多年嚟，肯定有唔少人因為好奇想去尋寶㗎啦，但因為入面嘅地質唔穩定，加上空氣有毒，太危險啦，所以要 explore 呢都唔係咁容易。一開始有好多民眾呢，都淨係話目擊到有架火車駛咗入去山區入面，神秘消失咗，冇出返嚟啊嘛。咁究竟係邊一個人話隧道入面一個確切嘅位置有架黃金列車呢？唔好意思啊，我想問呢，佢嗰個隧道係咪真係有火車軌？即係定係好似嗰啲煤礦，唔係煤礦都有個路軌喎。其實我睇一個 documentary 呢，就係一個主持人去咗嗰啲唔同嘅入口嗰度，進入咗嗰啲洞穴咁樣，咁其實就唔會好明確咁樣見到嗰啲路軌嘅。但係頭先咪講嗰啲命令嗰啲勞工去打造咗一啲秘密支線同埋地下隧道嘅，咁所以可能比較明確見到嘅都係屬於嗰啲地下隧道咯。而嗰啲秘密支線呢，係唔知要點樣穿先見到。哦，係喺個 documentary 入面呢，嗰個主持都有訪問過一個礦工。我陣間都會講多少少，就係我即將要講嘅。原來係啦，心有靈犀啊，一點通。咁其實呢個傳說呢，就係源自於一個波蘭當地嘅退休礦工啊，塔德烏什啊。應該冇人會想聽我講波蘭文，係啦，塔德烏什啦，阿塔德啦，係啦，阿塔德係啦。咁呢，佢就聲稱喺1950年代救咗一個留喺波蘭嘅德國人，就叫做舒爾茨。阿舒爾茨呢，喺臨終前呢，為咗報答阿塔德，佢就透露咗佢喺2戰尾段嘅時候睇到嘅秘密，就係你都好有興趣想知嘅。睇路軌啊，就係路軌。其實喺鐵路嘅第65公里處有一條隱蔽嘅側線同埋隧道啊。鐵路即係嗰啲主線啊，嗰啲咁就本身已經有噶啦嘛，好似頭先咁講。咁但係有啲地下隧道同埋有個原來有啲秘密嘅側線呢，就其實唔係好多人知道有咯。係某啲礦工先有機會接觸到嘅，因為佢個工作崗位嘅關係。嗰啲主幹線呢，當時都已經受到納粹軍嘅嚴密監控啦，普通人係冇可能接近嘅。仲要係睇到呢啲秘密支線嘅人呢，就係好似阿舒爾茨咁樣，佢因為佢係鐵路工作人員，佢要幫手調動車卡或者有時要加煤啊。所以先有機會喺嗰啲鐵路路線嗰度行走，而佢呢，每次經過某一段路嘅時候都覺得好奇怪，因為零零四四有一道閘啦。咁當佢爬上啲好高嘅煤堆嗰度呢，因為好奇心，佢就見到圍欄後面零零四四有2個車卡。塔德呢，聽完之後就覺得好驚奇啦。咁我估喺舒爾茨死咗之後呢，咁佢都有同其他本地人傾過嘅。我唔知嗰啲本地人係咪都係曾經係喺鐵路路軌工作啦。佢哋都確認咗舒爾茨嘅講法，佢哋都聲稱話見過有軍用嘅列車喺一條隱蔽嘅軌道上面由主線駛咗入去隧道。但係嗰啲佢哋講翻出嚟嗰幾個人係德國人嚟噶？應該係。哦，係咯，我就係覺得如果唔係德國人，應該會已經俾人滅咗口咯。係啊，如果佢哋講嘅嘢都係真，咁納粹軍就係用咗嗰啲
我唔知佢點樣利用咗啲空間或者啲高牆啊，或者啲閘啊，即係可能有啲閘係寫住嚴禁進入啊，或者入咗去就殺頭啊，或者可能有毒氣定點樣啦。即係總之佢就可能利用咗啲空間嘅結構，又或者可能用咗啲手段去阻止到有任何人使用到支線嘅人望到嗰條側線咯。解唔解答到你嘅問題？我都係唔知有冇路軌。因為我睇嗰個 documentary 咧，嗰個主持入去嘅時候咧，包括啲歷史學家帶佢去參觀啊，去講解嘅時候就冇路軌嘅。咁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成個地下空間都好大噶嘛，好似頭先咁講有嗰啲地下大廳啊咁樣，同埋有房啊嗰啲，咁所以就未必成個空間都鋪設咗路軌嘅，而可能有鋪設路軌嗰一段就唔係佢哋可以好輕易去到嗰啲地方咯。加上佢走之前都有係咁炸嗰啲入口噶嘛，唔知會唔會已經炸咗，即係阻擋咗佢哋可以入去嘅方法，又或者已經炸爛咗咁樣。但係相信地下空間係有路軌嘅，只不過我睇嗰個 documentary 嗰度就冇呈現到出嚟咯。但係佢哋有冇見到嗰啲車卡入面係有啲黃金之類嘅嘢呢？定係淨係見到啲車卡噶咋？就咁聽嗰個人講就冇話見到有好多黃金咯，就係純粹覺得好好奇點解會無啦啦喺條側線嗰度有啲軍用嘅列車喺入面。而佢好明顯喺嗰個地方就唔係為咗要打仗或者運送煤炭咯，即係好可能係收埋啲嘢嘅。不過我都好似有睇過其他資料呢，係有講話喺唔知邊度有睇過好多好多嗰啲財寶嗰啲，但係就唔係好明確咁樣有人見到兩架車卡上面嗰啲內容咯。即係有人見過財寶，同埋有人見過嗰啲秘密車卡、秘密支線咁，但係就跟住就有人將呢兩樣嘢 link 埋住一齊。係啊，即係到至今為止冇一個好明確嘅 source 講有人見過嗰兩個其實就係咪兩個其實都有爭議嘅，因為之後有啲人又話3個，又或者之後話咩最多好似係有12卡嘅，發達啊！只不過係其中唔知幾多卡先有嘅啫咁樣咯，或者可能真係有人見過，但係已經冇命講翻出嚟啩，都有可能。佢就係想隱藏唔俾得大家見到嘛，咁相信一係就已經將呢個秘密帶咗入棺材。如果唔係嘅話，而家就冇一個好明確嘅 source 咁樣講話，實際上佢嗰啲車卡係個 exactly 嗰個位置喺邊，同埋入面嘅內容咯。所以之後呢一啲咩估計有啲咩啊，其實都係啲人去猜測。都好正常啦，如果真係咁明確有啲 source 嘅話，都已經俾人拎走咗啦，都已經揾咗啦，係啊，唔會傳到而家啦，係啊，都唔使我哋去揾啦，係啊，咁甚至都有人講話其實唔係真嘅添，成件事，即係其實係冇嘅咁樣，係有好多唔同嘅流傳版本啦咁樣。另外有睇過 YouTube 有啲片有講更加多關於嗰啲財富嘅內容，不過我唔肯定佢哋講嘅係咪真咯。即係講得好清晰嘅添，仲要，但係我就唔肯定嗰啲 source 係咪真，所以我就冇再全部講晒出嚟咁樣。我覺得反而呢啲越清晰嗰啲呢，我覺得反而越假咯。係啊，係啊。而我睇嗰個 documentary 就係 BBC 嘅，咁所以我就覺得都可以參考咯。大家如果真係好想知道坊間有啲乜嘢揣測啊，咁都可以自己去揾嚟睇下，睇下你相信邊一個說法啦。係啦，咁塔德呢，好似佢曾經都喺2003年呢係獲得許可進行小規模嘅挖掘，但最後都因為資金啦同埋權限而被叫停咗。即係總之佢有開始過，但係其實佢冇揾到啲咩，咁最後呢都冇好順利咁樣完成到個挖掘。其實呢，唔單止好似我哋呢啲咁嘅 treasure hunter，其實官方呢都有受到呢一個都市傳說影響去展開過調查嘅，希望揾到個黃金列車。但喺二戰結束之後，即係1945年之後呢，波蘭嘅軍隊同埋其他官方單位都曾經多次咁樣調查過隧道，但都冇揾到任何列車或者寶藏。喺1946年仲成立咗一個委員會，想追查同埋想歸還翻嗰啲被盜嘅財物，
即係好似頭先講庫柏屋，如果真係俾佢偷咗嘅話，咁其實係屬於俄羅斯噶嘛，咁其實應該係歸還翻噶嘛。咁但係當然係唔成功啦，所以呢個都市傳說先一直咁樣持續落去啫。所以我哋而家先喺度傾緊作戰計劃啫。如果一早官方已經揾到，咁其實就已經冇呢個都市傳說，同埋冇再流傳到而家啦。係。咁但係呢，呢個都市傳說流傳落去呢，去到2015年，即係大概10年前啦，咁就有少少突破嘅。嚟自波蘭嘅建築師柯佩爾同埋嚟自德國嘅歷史學家李希特呢，佢哋就聲稱透過透地雷達 GPR 喺雅烏布日克附近嘅鐵路第65公里嘅地方，發現咗埋藏喺地下隧道嘅二戰納粹裝甲列車。咁佢哋發現到啲咩呢？透過雷達掃描呢，佢哋睇到一個實心嘅水平結構，延伸大概60米，睇落係鏡像，左右完全對稱，好似係一架車廂。佢哋話喺自然界根本唔會見到咁嘅影像，上面似乎仲運載咗某啲嘢，好似槍械添。最癲嘅係同年8月呢，佢哋兩個透過律師向雅烏布日克市政府去信，引用翻波蘭嘅文化財產保護法，話除非政府書面保證會支付發現到財產總值嘅10% 做報酬，如果唔係佢哋唔會透露黃金列車嘅具體位置嘅。你睇下佢哋幾有信心。吹啊，繼續吹。當時波蘭嘅文化部副部長睇過嗰啲透地雷達嘅相之後呢，雖然個影像模糊，但係佢哋都表示99% sure 呢架火車係確實係存在嘅。所以最終波蘭政府呢都批准咗佢哋進行搜查，仲喺法律層面確認，如果火車真係被揾到嘅話，而且裡面真係裝有財寶，佢哋兩個係可以合法要求呢10% 嘅酬金嘅。But 如果真係咁順利，好似頭先咁講，我就唔會同你喺度傾作戰計劃啦。係。呢個搜查行動喺2015至到16年期間進行，但一開始嗰啲好似似層層嘅雷達影像，後尾都被證實咗，原來只係冰層，冇揾到列車。去到2018年，可能因為俾屋企人餓得多啦，或者心很累，又或者現實生活中根本上唔夠錢去支撐佢哋咁樣繼續玩落去，德國嘅代表就正式放棄搜查啦。但波蘭嘅代表呢，就表示仍然抱有希望嘅。就係咁，過多咗7年之後，即係上年，非常之近啊嚇！喺2025年嘅上半年，呢件事又有新進展啦。一個自稱黃金列車2025嘅團隊呢，就喺 Facebook 上面表示已經揾到車廂啦。佢哋斗膽咁樣提出4步行動計劃。第一就係用金屬探測器去掃描呢一個區域。第二，要斬60棵樹去進行地球物理勘測。第三，要插入攝影機入去隧道嗰度收集影像。第四，要挖掘山丘。喺7月嘅時候呢，波蘭國家森林委員會已經批准咗第一階段嘅研究，就係用嗰個金屬探測器去掃描區域啦，等佢哋可以清除研究地點內所有金屬物件。不過當局就基於環境考慮，已經否決咗第4階段嘅行動啦，即係挖掘山丘。團隊喺 Facebook 上面就寫：我哋為自己設定咗一個目標，就係要揭示歷史真相，而唔係咁膚淺去追求嗰啲明星啊、金錢或者嗰啲榮譽嘅。實係啦。呢個最重要嘅就係事實，關於第三帝國喺呢個地區嘅活動，佢哋罪行嘅規模，同埋對於強迫勞工、非人道剝削嘅真相。大家耐心等待，歷史係無法被阻止啊！係時候要德國為當年喺呢度所做嘅嘢負責啦，就係咁。咁佢唔使研究呢個德國大把嘢要為戰爭嘅時候所做嘅嘢負責啦，使乜執着於呢度啫？如果唔係真係追求黃金嘅話，佢就算真係揾到嘅話，咁又代表啲咩啦？只係代表佢哋偷嘢咯。係啊，咪就係要付上代價咯。不過但係其實佢哋喺二戰嘅時候已經做咗好多衰嘢啦。係啊，同埋成個嗰啲咩地下隧道挖掘嗰啲，咁其實都已經有喺度噶啦。咁都已經證明咗佢強迫勞工去
即係去虐待佢哋啦，已經證明咗啦。咁揾到嗰輛卡車，唔係㗎，唔夠證據，要繼續揾，直至到揾到啲黃金為止。係啦，咁就有證據啦。賊贓啊，捉賊要拿贓，啱，係啦。咁之前嗰兩個德國人同波蘭人就話用嗰個透地雷達啊嘛 GPR 去掃描。咁今次條 team 講到咁 firm， 你估唔估到佢哋有啲咩花神咁勁呢？我知啦，嗰啲靈擺。咁聰明嘅吓，真係噶？哇，你真係好聰明啊！吓，真係噶？冇錯，就係玩啲能量嘅嘢。我喺度諗下，咁搵嘢咪用靈擺？係啊，哇，Bravo！我可以參與佢哋，成為佢哋一員啊！真啊，係啊，我哋可以諗下點樣加入佢哋。分一杯羹。冇錯。咁根據一個波蘭報章雜誌，我都唔係好識讀啊，我估係叫做 W+。是但。係啦，佢報道呢，嗰個團隊其中一個成員受訪啦，佢冇公開名嘅，但係自稱係波蘭，甚至可能係全世界最好嘅靈測師啊！所謂靈測分析就係一種偽科學方法啦，可唔可以算係玄學呢？總之都係啲能量嘢啦。咁因為每一種物質呢，例如係嗰啲黃金啊、鐵啊、水啊嗰啲，都會發出一種特定嘅頻率噶嘛。咁所以透過獨特體質嘅人，用埋某一啲工具，例如係嗰啲探測棒啦，同埋啲靈擺啦，就可以將呢一種感應放大。咁個範圍咁大，佢哋又唔係完全淨係靠晒感應呢樣嘢嘅。佢哋話首先透過激光掃描去檢視個土地嘅形狀啦，同埋研究舊地圖，做埋實地訪問之後，先再用詳盡嘅靈測研究去收集測地嘅數據。佢哋相信入面有3架可能載有寶物嘅車廂，喺呢3架車廂入面存放咗第三帝國嘅資產，主要係黃金。即係佢哋感應到啊？我估佢哋係透過感應。咁而呢啲黃金呢，原本就係用嚟要重建當時瀕臨崩潰嘅國家嘅基礎啊。咁我唔知呢啲係咪就係佢感應啊測出嚟嘅嘢啦。咁信不信由你啦。係。反正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因為到現時為止，佢嗰4步嘅行動計劃仍然都陷入呢個膠着嘅狀態，暫時都未有啲咩發現，未有啲咩 update 咋。好，咁今日呢個納粹黃金列車，我收集到嘅資料就匯報到呢度。Captain Maya，你有啲咩高見？冇乜線索喎，有啲難喎。有啲難啊，所以有啲人都質疑呢一個都市傳說嘅可信性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其實冇呢樣嘢，又或者有嘅話，就係好似近代嗰2條 team 咁咯。第一條 team 都已經接咗啦，可以話，第2條 team 就係上年嗰一條 team 咯，已經用埋超自然力量去揾。通常都係咁噶啦，用啲科學方法唔得，咪用超自然力量咯。係啊，會唔會其實呢，當初官方已經揾到，但係唔俾我哋知，即係佢唔想還翻啲嘢出去，跟住所以偷偷地成為咗秘密檔案。但係又講到話要還翻啲嘢俾人嘅喎。咁佢一開波揾嘅時候話還翻啲嘢俾人，跟住揾到之後，哇咁多嘢嘅，跟住之後又唔想還，跟住咪冚咗件事。咁其實佢自己立嚟都冇用噶，佢一係擺喺博物館，一係就要賣咗佢噶嘛。咁有邊個會幫佢買啫？如果唔係，其實佢都真係再收埋喺一個地方嘅啫。除非個300噸黃金有嘅話，就可以用晒啲金咯。或者收埋遲啲用嚟 bargain 咯。跟住可能某一日要同俄羅斯談判嘅時候就話：嗱，我有你隻蛋，係咪一隻蛋嚟噶？屋啊，琥珀屋。琥珀，我有你間屋。壁板啊，係一塊塊嘅壁板。壁板，我有你嗰塊壁板。好笑，一開始呢，我有聽過一個說法，唔知係咪真啦，就係佢打去蘇聯嘅時候呢，嗰個皇宮嗰啲人就知道德國佬打到嚟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就覺得我哋即係呢啲壁板都唔知點樣收埋啊，或者運送都已經運送唔切。
所以佢哋就黐啲牆紙喺面，諗住呃佢哋咯，諗住瞞天過海。點知之後俾德軍識穿咗，都係照偷。會咁化學啊？用牆紙係啊，唔知係咪真？同埋成日講到吹到咁大，又話入面有幾多黃金啊，又呢啲，其實虎豹係偷咗啫，但係就唔知係咪喺列車入面嘅。總之，凡係俾人偷咗而揾唔翻出嚟嘅嘢，都係喺列車入面。但係講到好似百寶袋咁，兩卡車可以裝到幾多嘢啊？我諗啲300噸黃金都裝唔到啦，係嘛？咁我哋仲揾唔揾啊？同埋架車都會斷啦，喺啲木頭揼出嚟嗰啲車，所以都唔知係唔係嘅。我知啦，佢嗰架列車又唔係擺啲黑卡喺度。No，佢嗰架列車係用嗰啲黃金嚟整嘅。黃金列車，真係黃金列車。係啦，跟住喺嗰個列車入面就裝埋其他寶物，咁咪有咯，咁咪真係有咁多咯 ，make sense。所以其實嗰個人係睇唔到入面有啲咩，因為佢真係已經睇到咗黃金列車。其實嗰黃金就喺晒嗰個列車車卡度咯，有冇道理啊？咁可能啲人唔係睇唔到咯，而係殘眼到睇唔到咯。咁樣經過嗰個區域度咁。今日太陽好曬啊，好似太陽咁溫暖啊！經過嗰個區域度，好殘眼啊！咁樣以為自己挖咗佢地心啊，都好難用個金揼出嚟，或者都有個模去將啲熔嘅金去整嗰個車嘅形啊嘛，我唔知。有幾難啫？嗰個車一卡車正方形、長方形、空心啫嘛，應該唔難整嘅。我諗呢個唔需要一個好高嘅技術咯，我覺得。咁係，同埋都係啲集中營嘅人啫，佢哋做完跟住就直接殺死佢哋。係咯，唔使留活口。好殘忍啊！佢哋都完全唔當佢哋係人。係啊，所以嗰個巨人計劃其實都係好 sad 咯，背後即係都係埋藏咗一啲好黑暗嘅歷史咯。二戰都好多黑暗歷史。係啊，點解我近呢2集都講埋啲咁 dark 嘅嘢？咁我泄漏少少天機俾你啦，我下次就會俾啲能量你。真係嘅？係，但係我都係唔死心，我覺得我哋都會揾到呢個黃金列車，所以我決定繼續留喺波蘭。好啊，我哋要爭取時間。我哋係咪應該要游說下嗰 team 人 Facebook 嗰度講嘢個 team 人俾我哋加入咧？梗係唔係啦，咁如果我哋揾到咪分得少啲咯，我哋自己揾。但我哋冇嗰啲咩雷達喎，淨係用零擺。唔緊要，我最近睇咗一套最新嘅台灣劇集啊，百萬人推理啊。佢入面用塔羅牌預測未來。用塔羅都得。係，我哋可以試下。我哋帶副牌去波蘭，行到邊揭到邊，睇下上天有冇啟示俾我哋。係啦。咁等我哋上岸食啲嘢醫下肚先啦。係啊，跟住先有力氣再揾。好啦，如果未 follow 我哋 IG， 快啲 follow 翻我哋 IG Legendship20，可以去各大平台同埋 full episode 都喺 YouTube 嗰度有噶啦。可以 comment 俾我哋啦，可以 share 俾其他人啦。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咯。係咯，都係嗰啲啦。我哋上岸啦，下集再見啦，拜拜。拜拜。